堂堂香港警務處處長許懷漢，在湯盤亨家族面前都只能被當作狗胡來換去。他在別人眼中喺港督府受勳，風光無限。點知潘邊亨個仔隨手一 call， 佢就要乖乖地跟去。見到潘半亨同四大家族嘅大佬坐喺度，許懷漢企喺張椅前面，腰骨挺到直，連坐低都唔敢，等緊老細發話。坐。潘半亨一坐低，讓他坐，他就係咁坐。呢個就係1994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商界同警界最真實嘅格局。就係因為呢種格局，當年嘅警務處副處長蔡元琪為咗上位揀錯咗條路，直接種下咗20幾年後韓戰嘅禍根。2017年韓戰行動完咗6個月，已經主動退休嘅李文斌喺屋企突然被人襲擊，等警察趕到，人已經唔知去咗邊。為咗查清真相，警務處處長劉傑輝唯有去取資深大律師簡奧偉。劉傑輝心裏有數，簡律師最近受新任特首委託，一直暗中審查緊李文斌嘅品格，因為新特首想拉佢入新一屆管理班底，但坊間對李文斌又有很大議論。簡律師二話不說，由辦公桌上攞咗份文件遞過去。劉傑輝一打開，成個人都震咗下。這一份資料竟然出自英國軍情六處，上面赫然寫着最高機密，僅限英國人專閱。呢份1994年嘅絕密檔案入面記低晒當年皇家香港警隊高層嘅底細，包括時任副處長蔡元琪、首任總警司李文斌、前華人最高警司李文斌、老班李草堂。除咗警隊，連潘盤亨家族嘅評估報告同埋三合會黑幫嘅主要成員名冊全部喺度。時間線拉翻去1994年，潘翻亨今次召集所有人係因為屋企出咗件大事。2個鐘頭前，佢接到師妹電話，得知妹夫黃家輝被人綁架咗。呢幾年，四大家族嘅核心人物陸續被綁，為咗買平安，零零散散掏咗差不多20億。當初佢哋一致同意扶許懷漢做警界一哥，就係想佢喺回歸過渡期幫佢哋保駕護航。點知而家連潘便亨嘅屋企人都敢動，此時潘半亨顯然動了真怒。香港呢152年嚟都係做生意嘅地方，明嗎？呢幾句說話講得輕描淡寫，但係頓時將許懷漢嚇到成身冷汗直流。